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財經新視野，我係 Thompson， 我係王子。好啦，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一齊見面啦。好啊，係中秋節咁啊，我去咗公幹啦。咁啊，其中咧咁我啊去咗溫哥華度咧，先同啲屋企人啊，同啲朋友食飯。咁跟住咧，先至再去其他地方度工作啦。聽聞阿 Charles 你高歌一曲喎。係唔好講啦。咁啊，好多喺嗰晚咧，其實好多人問你，喂 Thompson 去咗邊啊？咁樣。我潛咗水，上咗火星。上咗火星。聽聞話火星而家話揾到啲有火星人啊，有水質嘅嘢啊嘛，係咯。可能去咗嗰度，我揾一揾睇下有冇外星人。咁啊，跟住咧，咁啊講起上嚟咧，咁啊，其實華人嘅集中地咧，喺每一年嘅華人嘅節日裏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譬如話咧，啲西人都會嚟到趁熱鬧嘅噃。咁啊，譬如中秋節咧，咁啊，你會見到啲西人咧，邊行邊食月餅，或者拎住個燈籠咁樣。咁啊，到農曆年嗰陣時咧，有可能睇龍虎舞獅啦。咁其實喺海外嘅華人咧，每一年嘅過節咧，都有好多嘅活動。咁特別咧，係趁嗰段時間咧，係回味到咧華人嘅節日咧，咁所以喺嗰陣時咧，會係更加濃厚嘅感覺啦。咁啊 Charles， 喂，咁上個星期咧，電台就直播咗當晚嘅節目啦。咁而我哋亦都播出個特別版嘅節目。咁啊，其實上個禮拜播特別版嗰時咧，有上下半部分嘅。咁啊，上半部分咧，咁啊，再喺前一集嘅財經新視野前咧就錄定音嘅我哋，咁啊講下啲月餅嘅，咁啊帶翻一個月餅嘅話題啦。咁下半部分咧就未講嘅，咁係一個揀股票嘅內容嚟嘅。咁我將會咧喺嚟緊呢2-3集咧就抽時間去播翻俾大家聽。講起上嚟啦，計算呢個旅行嘅行程咧，咁啊由三藩市出發去到溫哥華，再去到譬如去紐約啊，去香港、上海咁樣計咧，咁其實而家現有嘅科技咧非常之發達咧，係幫咗我唔少嘅時間，慳翻好多功夫噃。嗱，譬如話咧，好多次我喺三藩市出發嗰陣時咧，咁啊途經溫哥華啦，咁啊然後喺下晝嗰陣時咧，咁啊落機，咁啊然後同啲屋企人咧食飯，咁夜晚咧咁就可以搭凌晨機咧，咁啊轉飛去紐約或者去上海。咁嗰陣時咧，你只要你夜晚食完晚飯，夠時間好輕輕鬆鬆去到機場，然後上機。第二日嘅朝頭早咧，咁你可以已經去到其他嘅地方，咁啊唔使嘥咗一日嘅時間，可以即刻做嘢咯。咁當你買機票嗰陣時，你就要配搭好啦。係啦，咁而家講緊啲科技咧，你只需要喺啲買票嘅系統上邊咧，你入咗你要去幾多個地方，咁然後佢就會計算咗俾你睇咧，你究竟中途轉幾多個站，喺邊段時間轉，咁然後佢仲要俾埋咧當地嘅天氣預測俾你。咁你咪可以揀咗啲時間，咁你咪可以唔使擔心有延誤咯。係，咁我有個題外話，咁而家咧大陸成日有嗰啲空管啊，會唔會你試過啊？哇，阿 Charles 你咁醒嘅，你搞到我窒一窒添啊！因為其實我寫份稿，我真係寫咗呢一 part 落去。係咩？你而家我哋睇你份稿，聽眾我哋事前冇夾定嘅。係話時話啦，咁如果真係飛到去內地工作，咁有啲技巧你要注意嘅。啱啱就係你頭先已經講咗我要講嘅嘢，就係咧。如果你咁啱先遇着有軍演，即係軍事演習，又或者航空管制，咁你會點算？係啦，我就成日我未試過啊，因為我好少翻大陸。咁但係真係遇到咁嘅情況，好似你咁緊密嘅話，你點解決咧？我最誇張嗰次咧，就係星期日咧就去到加拿大。咁啊食完飯咁跟住上機，跟住咧就星期一已經坐到喺上海。跟住星期三已經翻到嚟三藩市。哇！呢就順利啫，係嘛？咁啊，點樣計算呢時間咧？咁如果你遇有航空嘅管制，咁你有咩辦法穩陣啲咧？咁你沿海一帶咧，航空管制係沿海噶嘛？哦 ，OK。咁你咪先飛到去其他中部嘅城市，咁然後你咪用一啲現代化交通工具咯，即係高鐵咯。咁你咪由高鐵翻去嗰啲城市，你咪冇問題咯。係嘛？咁呢啲咧，你要事前要查定。咁所以如果你係有經驗，成日去中國做嘢嘅話咧，呢啲技巧你一定要有。如果唔係，你主力係咁飛北京、上海咧，
一航空管制咧，你即刻就企咗喺度啦。咁呢啲咧，咁啊，如果聽眾你都有呢個相同嘅經驗咧，不妨諗諗呢個方法啦。咁但係話時話啦，咁現代化嘅經濟體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得貨幣使用貨幣方唔方便咁簡單嘅。咁啊，交通啊運輸嘅方便咧，都好大幫助。嗱，譬如話咧，機場啊、高鐵呢啲咧，都係好緊要。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今年你睇到全球嘅經濟咧係有放緩嘅跡象嘅。好啦，咁啊世界經濟再度放緩嘅話，咁作為美國嘅經濟增長亦都唔係話非常之快，亦都冇能力拉起全球經濟嘅。喺呢個時候，究竟我哋下一個嘅經濟增長為邊度呢？我諗嘅可能就係鐵路基建。好啦，咁而家首先請阿 Charles 同大家進行一周環球總結先。好啦，咁而家由王子報告一下一周環球市場嘅表現。咁啊，日期啦係9月28號2015年至到10月2號2015年㗎。咁先嚟睇下北美洲股市方面，道瓊斯工業指數16472點，係升咗158點；標普500指數1953點，係升咗23點；納斯達克100指數4270點，係升咗48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4708點，係升咗43點。歐洲股市方面，英國富時100指數6130點，係升咗21點。德國 DAX 指數9553點，係跌咗135點。法國 CAC 40指數4459點，係跌咗22點㗎。亞洲股市方面，中國上證綜合指數3053點，係跌咗40點；香港恒生指數21540點，係升咗321點；台灣加權指數8305點，係升咗208點；日經平均指數17862點，係升咗102點㗎。商品市場方面，美國德州原油45個路指係跌咗7毫6。英國布蘭特原油48個2毫2，係跌咗3毫8。黃金現貨1137個9毫4，係跌咗7蚊2毫4子。白銀現貨15個2毫4，係升咗毫半子嘅啫。好啦，外匯市場方面，歐元1.119，日元119.862，英鎊1.517，瑞士法郎0.971，澳元0.703。紐西蘭元0.638，人民幣6.355，加元1.314，美匯指數95.917。好啦，最後睇下美國國債方面啦。2年期嘅債息0.57， 5年期嘅債息1.30， 10年期嘅債息1.99， 30年期嘅債息係2.83。好啦，一周環球市場嘅表現，王子報告完畢。好，唔該晒 Charles。哇，今個星期其實你見到一開市嗰陣時咧，禮拜初個市係非常之動盪嘅，咁啊大插水一下，咁跟住而今個禮拜五我哋見到，譬如頭先你報價啦，咁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就收16472點，升翻成200點。其實今日個美股係非常之挫，喺開市嗰陣時咧，道瓊斯曾經係跌200點過外嘅，咁而臨尾收市係倒升翻200點嘅，來回係400幾點嘅。咁究竟今個禮拜有咩事令到個市場咁震動呢？其實整個星期咧有2單新聞圍繞住嘅，一單呢就係上個禮拜餘波未了嘅德國福士汽車嘅醜聞事件，咁啊涉嫌呢就係碳排放嘅數據造假嗰單新聞，咁就已經令到全球嘅汽車股咧係大跌一陣，咁一陣會再補充嘅。咁另一單新聞呢，就係世界最大嘅能源交易商佳能可Glencore 咧發生債務危機，咁啊禮拜一嗰陣時就係因為佢佳能可咧就係話債務危機咧引致到咧全球嘅所有能源股都大跌，咁大家就會諗會唔會係7年前嘅雷曼兄弟翻版導致到佢會破產呢？咁呢單新聞咧係席捲全球嘅股市，咁所以咧大家見到禮拜初咧係急跌嘅，咁而去到禮拜尾咧咁啊情緒舒緩翻一啲。咁所以咧就又再回升翻咯。咁但係雖然你見到咁大件事咁啦，其實你見到啲區間冇喐過嘅，譬如道瓊斯下面15500，上面17000點。咁譬如標普500
下邊1850，上邊咧就大概2000點頂住，咁都係喺呢個範圍度上落。因為點解咧？仲有一件事比佢哋兩件更加大單嘅，就係究竟美國嚟緊10月又會唔會加息咧？係又係呢？係啦，咁令到大家對於喺個市場上邊咧，咁啊按兵不動，仍然喺個範圍裏邊炒作住先咯。好啦，咁但係講起上嚟咧，美國企業嘅併購咧，似乎今年以嚟有啲失效。講我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嗱，過去嗰幾年咧，大家都會見到美股咧係因為好多企業嘅合併消息咧，就令到節節上升噶嘛。咁啊特別咧係過去嗰幾年，你見到通常美股一旦宣布合併之後咧，兩間公司通常個股價喺未來嗰30日都升嘅。係。咁呢啲咧都係咧過去嗰幾年嘅特色。不過咁今年以嚟咧，似乎喺第三季開始之後咧，情況有變。嗱，喺美國嘅股市喺第三季嘅合併之後嘅股價咧，係3年嚟首次錄得負值嘅。近年你雖然見到合併之後節節上升啦，咁但係今年喺打落嘅下半年之後咧，呢個情況就改變咗。咁根據翻咧世界其中一個知名嘅數據調查公司啦 Dealogic 咧，咁佢又公布咗個數據，就係話今年美股咧合併嘅交易額已經達到3.2萬億美元。咁佢估計今年年底前咧可以去到4.6萬億嘅，咁就會打破埋2007年嘅4.3萬億合併嘅記錄嘅。咁啊好誇張。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喺合併之後咧，喺今季以嚟嘅所有公司合併後嘅股價，通常都錄到微跌0.6%，呢個係平均數。咁意味住乜咧？意味住咧市場靠合併嚟炒高股價呢一招咧，已經去到盡頭。咁亦即是話咧，資金嘅水分咧開始減少緊。咁因為兩間公司合併其實唔係啲咩好消息嚟嘅。係啊，係嘛？咁但係你炒上去係因為市場嘅資金一路增多，一路有多嘅錢流入市場，咁你先至可以炒高嘛。咁但係而家就話俾大家聽就係合併之後竟然嘅股價倒跌咧，唔係一間半間，係平均數，意味住咧即係話市場嘅錢少咗。咁呢點咧值得大家留意。咁啊，仲有一個因素嘅就係氣氛，同我哋講過 sentiment 係好有關係嘅。咁因為當個 sentiment 喺度轉變嘅話咧，就會令到你以往覺得氣氛好買啦，咁就而家就變咗審慎咗啦。咁呢個審慎咧，單憑合併咧，證明個新聞未夠好咯。除非你見到一啲嘅新聞係真係利好嘅，咁先至值得你再上。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見到啲股票咧，好似金字塔式咁咯。即係話你要有實質嘅好嘅因素，跟住咧盈利要好，跟住仲要行業又要好，咁幾樣嘢夾埋先至令到股價撐得住。咁喺市場裏咪買少見少咯。咁反之其他咪要調整咯。咁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改變咗 sentiment 咧？就譬如頭先我哋講過嘅佳能可咁計啦。嗱，而家全球4大嘅礦業公司之一咧，譬如佳能可咁樣，今個禮拜一咧暴跌30%。好犀利喎！係啦，咁作為一間瑞士嘅公司，亦都係世界最大嘅商品交易商咧。咁佢做嘅商品、金屬、礦產、能源、農產，佢都做晒交易商嘅。咁即係話世界一個最大莊家嚟嘅。咁呢個莊家都話自己有事，咁你話會點咧？咁啊，另外啦，就第二大嘅，亦都另一間嘅礦業公司咧，就係英美資源集團 Anglo American。咁呢間公司咧，亦都係今個星期咧，亦都大跌咧，係10%嘅。咁佢亦都係英國最大公司。咁當然仲有 BHP 啦，就係澳洲嘅必和必拓，咁亦都係下跌嘅。咁啊，仲有啦，西班牙最大嘅公司 Rio Tinto。咁啊，呢間公司咧，咁個背景好得意嘅，創辦就喺西班牙，上市就喺英國同埋澳洲嘅。咁呢間公司亦都係世界其中一間最大嘅鑽石金屬商，亦都係石油天然氣嘅生產商。頭先所講嘅4大公司咧，分別都係出現咗下跌，而且大家會憂慮一樣嘢。過去近呢大半年咧，見到油價咁跌啦，商品資源咁樣跌嘅話，通常照計冇理由冇公司破產嘅，
係嘛？係啊，而且通常會有啲好巨型嘅公司破產咧，先至代表嗰件事咧去到個頂點翻落嚟。咁究竟跟住落嚟係邊間大嘅公司會執笠咧？咁呢一點值得我哋留意。其實將呢件事你化落去各行各業咧，亦都係時候噶啦。因為咧經過呢7年8年印銀紙咧，已經係一個泡沫噶嘛。咁譬如話咧喺2011年咧，中國印咗4萬億舊時咧，係因為嗰一刻而導致到而家嘅泡沫嘅。因為當中國宣布4萬億救市，當時起咗好多鐵路，起咗好多公路，起好多嘢。咁啊，令到澳洲啊，令到瑞士啊，令到好多嘅資源公司咧搏命擴充自己，因為想接中國嘅生意。咁啊，但係近呢2年咧，中國經濟逆轉啦，咁令到大家嘅投放落去嘅資源咧，而家發覺做唔到生意，仲要收縮翻轉頭，咁咪變咗大家嘅債務咪好高咯。咁所以跟住落嚟睇下有邊間大公司需要執笠啦。好啦，咁啊睇完呢部分之後，咁其實環球咧亦都有啲消息咧係值得我哋關注嘅噃。我哋將個地球轉一轉去埋亞洲望望先。印度央行宣布減息半厘，由7.25厘減到6.75厘，總共減咗半厘息，係大過市場預期嘅。咁啊主要原因都係經濟放緩啦。咁啊其實咧喺過去2個禮拜裏邊，除咗印度減息之外，減息潮其實餘波未了嘅噃。歐洲方面，挪威央行亦都係4個月以嚟第2度宣布減息，減咗0.25去到0.75嘅，仲表示到喺2018年底之前嘅利率仍然低過1厘息。咁即係話2018年前佢都唔會加息咯。係啊，好啦，咁啊仲有咧，台灣就已經係結束咗連續16個季度嘅利率不變。咁佢亦都宣布減息，就係減0.125去到1厘7半嘅。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而家唔係淨係亞洲，又翻返去歐洲嗰邊又減過啦。咁跟住落嚟又會點咧？咁見到你減咁多，我咪又要減咁多咯。咁你咪變咗大家呢個追逐戰之下，最利好係邊一個啊？你估？應該係美金。咪就係咯，所以啲資金跟住咪係要回流翻咯。咁呢次係一個資金嘅回流潮，咁所以作為投資者嘅話咧，未買平嘢咧可以等等嘅，仲有平嘢嘅我相信。咁但係你話短炒嘅咪無妨咯。譬如最近你見到啲股價，譬如你見到 Dow Jones 嘅喺嗰度1500點上落嘅，你可以短炒1500點，但係少玩可怡情。真正嘅機會我相信咧，還係要等咧聯儲局加咗息。咁然後全球嘅資金嚟一個匯聚嗰時咧，令到啲資產再有一個壓力咧，咁到時咧會更平。好，咁我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阿 Charles 中唔中意飲咖啡嘅？中意。如果你去到 Starbucks 度飲咖啡咧，睇見大排長龍，你會唔會等落去噶？啊，都會等噶，都會等。咁但係如果要你等好耐好耐咁樣咧，點樣好耐法？等20-30分鐘啦。咁啊，兩睇咯，20-30分鐘。咁如果有個方法唔需要等咁耐，又點？打尖唔好，我哋唔做呢樣嘢嘅。係咁就點快啲先。咁啊，放心 ，Starbucks 咧就宣布喺美國全面推行呢個手機落單嘅付款服務，就叫 Mobile Order and Pay。咁你只需要裝咗呢一個嘅軟件喺部電話之後咧，就可以喺屋企或者喺街嗰度首先落定單先。咁然後咧就等到佢整好晒啦，咁佢叫你去攞，咁你咪先至去攞咯。咁啊好喎。咁你提早去 set 咗嗰陣時，咁你咪唔使排隊咯。咁呢一個嘅計劃咧，咁就提早咗3個月宣布嘅，咁就。全個美國咧7400間嘅分店都會推行嘅噃，咁同埋啦喺10月份咧喺英國、加拿大亦都會試行嘅。幾好啊！咁啊呢個可以話係將呢個電話嘅付款功能進一步推廣嘅。咁啊似乎佢越嚟越接近一個貨幣單位添噃。點樣貨幣單位法？咁即係話你可以用手機去嘟嗰陣時，咁啊即時手機做多咗銀包嘅功能咯。冇錯。咁如果演變咗，就係將來好多嘢都類似咁樣，可以早啲落單咁，譬如買菜都可以噶。係啦，咁新型嘅付款方法咧，確實有好嘅面，不過都有啲唔好嘅一面嘅。咁今個星期咧，美國首宗嘅比特幣嘅龐氏騙案咧就發生。咁啊涉及到
都幾誇張，450萬美金，哇，都幾犀利，都俾好多人，即係好多人俾人呃咗。咁呢件事係點嘅咧？咁啊 Trudon Schaeffer 呢一個人咧，咁佢就係個比特幣儲蓄信託公司嘅一個創辦人嚟嘅。咁佢就涉嫌咧，就係做個龐氏騙案，就收一啲新加入嚟嘅人嘅投資嘅錢，然後咧就攞嚟咧就賠俾一啲舊嘅客戶。咁啊，如是者不停吸新錢，就不停賠舊錢，咁呢種啊龐氏騙案啦。咁就喺紐約曼克頓嘅聯邦法院咧，咁佢係承認咗一個控罪，咁啊涉嫌咧就欺騙咗投資者450萬美金。咁亦都係美國首宗咧就係因為投資比特幣嘅一個重大虧損嘅龐氏騙案噃。咁呢度咧值得係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嘅就係，首先比特幣係咪一個投資嚟嘅先？唔係，我覺得唔係，係真係唔係，sorry 啊，我嘅意思係先，即係話唔係啊，sorry 嗱，佢唔係一個正確嘅投資嚟嘅本身，佢亦都唔係一個真正嘅貨幣。呢個首先我要定性翻。其實我舊年咧喺另一個節目入邊，我曾經亦都講過，就係關於比特幣唔係真實貨幣，佢亦都唔可以定性為電子貨幣。嚴格嚟講，咁但係咧，大家就將佢咧就攞嚟當貨幣咁炒，咁同我哋講嘅專題咧外匯篇咧，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嘢嚟嘅。咁呢點咧，大家要留意。好啦，咁佢我哋應該係用咩嚟定性咧？佢亦都唔係一種大宗商品，你嚴格嚟講，只可以將佢當為一種商品。同你炒手提電話，同你炒手袋冇分別嘅。好啦，咁啊呢一件事咧，咁喺2011年咧已經開始嘅。咁當時佢就承諾咗俾投資者咧提供周息7厘咁高。哇！咁你都諗到啦，周息7厘嘅，佢一係就去打劫，佢一係就靠搶，咁大隻，一係就靠佢先可以頂得住7厘嘅啫。如果唔係長期嘅話，冇可能。佢拎住呢筆錢，佢有乜可能生到7厘啊？點解咧？因為你全球嘅利率根本都冇咁高噶嘛。咁佢零舍高咁多，梗係有啲問題。咁佢就係計劃集資咧76.4萬個比特幣，咁然後咧就總值有450萬美金。咁佢就將樣嘢擺上網上邊咧，就推介投資。咁然後咧，亦都真係有好多人加入咗噃。咁啊，佢就將呢啲嘅投資咧就分散過去咧，就係東京比特幣交易所。咁即係俗稱咧散啲盤過去啦。咁人哋投資喺佢身上，咁佢就將呢啲錢咧散過去人哋嗰啲盤嗰度，分散個風險。咁本應咧就冇乜事嘅，但係好衰唔衰咧？東京比特幣交易所執咗笠。咁呢啲艇仔一爆咗煲咧，咁自然佢都跟住爆煲噶。咁佢冇咁多錢去維持佢呢個7厘息嘅，咁點算咧？就用新加入嚟嘅錢咧，一路賠俾舊客咯，直到新嘅客一路冇嗰時咧，咁咪爆煲咯。咁呢個係好典型嘅例子。咁佢亦都同意咗咧認罪啦。咁啊，佢亦都認罪咧，就係條款就係41個月監禁以內咧，將會唔提出上訴。即係寧願坐監，係啦，寧願坐監。咁呢一點咧係值得所有投資者留意嘅，因為逢喺低息環境，逢係喺資金泛濫嘅年代咧，好多呢啲嘢嘅。咁呢啲嘢咧，正正就係投資者要界定清楚邊啲係真實嘅投資咯。隨住一個翻一個正常利率水平咧，呢啲情況就會少咗噶啦。因為好多資金會回流翻，譬如儲蓄啦，回流翻入去一啲收定息嘅嘢。咁到時咧，市面上咧，一啲靠呃嘅利率騙案咧就會少咗。咁呢點咧，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咁啊，講完頭先兩單嘅都係同貨幣有關，似乎貨幣既係神又係鬼。好，咁我哋首先翻嚟咧，頭先我哋講個話題啦。喂 ，Charles，咁作為搭飛機咧，咁啊可以揀好多嘅旅程啊嘛。係啊。咁然後咧就佢會自動幫你 set 好晒啲旅程，咁然後你就斯然咁去到機場，咁然後就出嚟，係啊。咁啊到達目的地。不過咁去到紐約機場嗰度咧，喂，唔知道仲以為去咗第三世界喎。點解啊？點解呢句說話唔係我講嘅麼？係美國副總統拜登喺今年2月份講過嘅。佢就話：哇，去到紐約嘅機場，點解去好似去咗第三世界嘅機場咁樣咧？咁啊，其實紐約機場咧係作為世界最大嘅機場系統嚟嘅。咁佢攞第一，世界第一噃。咁啊，講到航班嘅升降同埋接待嘅人流，亦都係世界第2。不過機場嘅設備係世界第3流啊！講過翻嚟再同大家講。
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今日頭先係講到咧，哇個機場咁古老噶，咁令我就諗起一樣嘢啦。究竟跟住落嚟，全世界嘅經濟增長會喺邊度嚟呢？咁啊頭先講過啦，咁啊第三流嘅機場，係咁而家喺全球嚟講，如果你走去唔同嘅，譬如亞洲、歐洲嘅機場一睇咧，有好多機場咧係靚到不得了，先進到不得了。咁即係對比美國好多機場咧，因為美國嘅機場喺上個世紀嘅30-40年代係世界一流，但係而家已經講緊70年後第9流。咁就一定冇辦法。咁根據而家最新嘅世界10大機場嘅排名咧，第一位就係新加坡嘅樟宜機場，第二位咧就係韓國嘅仁川機場。哦，仁川都第2啊，係非常之先進，喺入邊仲可以咧，旅客喺嗰度可以沖涼嘅。吓，係啊，我喺嗰度幫襯咗好多次，免費嘅。同我去咁多次，哇！第一次聽啊。咁你中途轉機嗰陣時，或者中途咁，你可以喺嗰度休息下，又可以食下嘢，又可以沖個涼。休息夠，仲有按摩椅，咁好啊！係，仲有埋咧大嘅屏幕電視，全部周圍都係一個韓國牌子，所有咧每個位都有個電視機俾你睇。咁成個桑拿室咁樣？咁啊，你自己喜歡啦。總之就咁啊，呢個機場係咁樣嘅。係咁啊，第三個係邊度咧？德國嘅慕尼克。咁啊，以一個咧快速嘅電梯見稱，你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到達你要去嗰個 gateway 嗰度。第四位咧就係香港嘅赤鱲角機場，咁啊唔需要講啦，香港機場咧效率超高嘅，你攞行李嗰時你就感受到噶啦。冇錯。好啦，咁啊第5位咧就係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基普機場，咁亦都係相當之先進。咁啊第6位咧就係日本嘅東京羽田機場，咁第7位咧就係中國北京嘅首都國際機場，第8位咧就係瑞士蘇黎世機場。第9位咧就係加拿大嘅溫哥華機場，而第10位咧就係英國倫敦希斯路機場。咁啊，美國作為世界一個咁強大嘅經濟體，10名都冇份。係咯，三藩市都冇。咁所以佢咪有個機會嚟咯？點解咧？只要將呢啲機場重建，製造好多嘅職位，亦都可以製造咗好大嘅經濟動力噶嘛。咁所以咧，佢亦都會咧。係將呢個嘅機場翻新咯噃，咁啊紐約政府就宣布咧，就會喺呢個拉瓜迪亞機場嗰度咧，就會成個重建一次。咁啊預計去到2019年咧就會重新開翻，咁啊去到2021年咧就會完成嘅。咁到時咧，咁佢就唔係排喺後邊噶咯，一下子就翻到去前邊噶咯。睇下第一定第2嘅啫，係啦，咁一定佢會係喺10大之內要咁樣翻新嘅話。咁好啦，咁喺作為一個優秀嘅機場咧，咁其實除咗機場裏邊設施要正之外咧，咁亦都有個完善嘅交通嘅噃。咁呢個交通配套咧，先至真正可以發揮呢個效益嘅。嗱，比如舉個例啊，喺歐美咧，好多嘅跨國企業都會派出 merchandiser 咧，去到一啲生產國家度咧，去巡視啲工廠，睇下佢生產情形嘅。咁啊，譬如如果講到香港啊或者中國呢條線。其中一條最熱門嘅路線係點呢？譬如歐美嘅國家去到香港或者廣州落機，或者喺上海落機。咁啊，譬如喺香港呢條線呢，香港落機跟住去到深圳。咁啊，即日一落機就已經可以搭車直過深圳啦。然後咧睇完深圳嘅廠咧，就去廈門嘅廠，廈門廠就去到蘇州廠，蘇州廠去到杭州廠，最後去到上海開會，跟住翻去香港，然後走人。頭先我所講咁多嘅過程咧，係講緊你可能睇10至15間廠度啦，即係 merchandiser 2個禮拜內搞掂。我都幾辛苦下，平均一日睇2間廠度啦。咁樣用一個咁嘅速度，咁呢個係好正常。咁但係咁，如果頭先講到嗰啲航空管制嘅話，點辦咧？咁呢個時候咧，你有2個選擇，一係就搭車咯，以前。咁另一個選擇咧就係搭高鐵噶嘛。咁所以呢個飛機同埋鐵路對商務好緊要啦。咁而美國為咗未來嘅經濟全面復甦嘅引擎咧，其實係有幾條線係好緊要嘅。咁一條咧就喺三藩市去矽谷，呢條唔需要多講啦，可以縮短好多嘅而家嘅塞車問題。另一條咧就係三藩市去洛杉磯，係呢條係亦都係非常之重要。
仲有一條咧就係三藩市西雅圖。咁呢3條咧係可以貫徹咗整個西部嘅經濟嘅。咁另外咧喺中部咧，譬如芝加哥去奧斯丁，咁而東部咧，譬如紐約去華盛頓、去波士頓。咁如果當你組建咗頭先所講嗰5條高鐵嘅話咧，咁你就會發覺咧形成咗一樣嘢嘅，就係飛機係一個橫向嘅運輸，高鐵咧就係直線嘅運輸，構成一個十字圖形，係嘛？冇錯。咁就會令到嘅美國經濟咧有機會咧，雖然未必去翻去90年代咁興旺，但係接近咯，起碼啦嚇。咁好啦，喺呢個時候就需要摒棄一啲舊思維喎。咁呢個咩舊思維咧？就係需要揾一啲人翻嚟幫手起高鐵，又要平，又要靚，又要正噃。又係我哋中國人。咁有邊個會做咧？咁就當然咧，就係中國會做啦。係啊。好啦，咁啊，中國咧就亦都宣布咧，就同美國嘅Express West 咧就係簽約。咁將會咧組成咧第一條嘅鐵路啦，就係由拉斯維加斯接駁去到洛杉磯嘅。咁啊，全長咧就係370公里嘅。咁呢條將會係第一條中美合作嘅高鐵。咁啊，之前呢，啱啱咧就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咧就係去到美國訪問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有啲嘢諗到喎，Charles。有咩諗到？嗱，咁作為今次第一條嘅高鐵合作咧，咁啊回報咧究竟大定細啊？你覺得？應該回報細少少。嗱，而家咧就係計劃就明年9月動工。係。預計咧整個投資項目咧127億。咁啊，美國嘅方面咧就諗法就好簡單啫，最緊要平，又要靚，又要正。咁喺中國嘅角度嚟講咧，最緊要就係攞到同美國合作嘅名銜。冇錯。然後就將自己嘅產品銷去全世界。因為作為一帶一路嘅政策咧，第一樣嘢要搞掂嘅就係個名。你要拎住個生招牌，你先可以做其他生意噶嘛。仲有第二件事，一帶一路嘅背後最大嘅目的係乜先？係將呢個日本唔係嗱。首先表面就係話咧，將中國嘅經濟或者將中國嘅企業帶出去向外邊啊嘛。其實背後咧就係過去10幾年咧生產落過剩嘅資源幫手洗咁跌，呢個先至係最緊要。咁正因為咁咧，咁變咗如果你一日唔打通呢個經脈嘅話咧，就搞唔掂。但係咁噃，對於美國嚟講咧，鐵路可以話係極具象徵意義。過去100幾年嚟咧，美國立國之初一路喺經濟發展嘅過程裏邊咧，鐵路已經係代表咗美國嘅經濟。咁佢會唔會貿貿然俾你去做呢件事咧？咁所以就算你要蝕錢，你都要做。呢個係一個好大目的。咁但係呢件事如果真係一旦成功嘅話咧，將會令到美國同中國經濟更加緊密。咁我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全球一體化之下，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咁啊，今次咧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嚟到美國訪問咧，其實有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係好緊要嘅，並唔係睇咧好多嘅周邊嘅花邊新聞，或者咧大家對佢褒褒貶貶嘅嘢，而係要搞清楚一樣嘢，新趨勢引發新思維，迎接新機遇。點解咁講呢？喺1978年至到2008年期間呢，中國嘅經濟模式係點呢？就係美國投資，中國生產。咁過去嗰30年就係中國大工廠嘅模式。咁但係跟住落嚟又會點呢？嗱，咁根據翻呢，而家我手揸住呢個嘅資料呢，就係講緊中國對美國嘅投資，係中國對美國噃。喺過去5年裏邊咧，係增長咗9倍。好犀利。好啦，今日截至到2014年底咧，中資企業喺美國嘅投資係達到460億美金嘅。咁啊，僱用全個美國嘅人數咧，亦都增長咗5倍，達到8萬人。咁啊，而且咧覆蓋範圍係全個美國45個州份。咁你睇落去8萬人啫嘛，但係唔好忘記，而家講緊係只係一個開始。呢個開始趨勢咧，將過去30年嘅嘢調翻轉。由美國生產，中國人買翻嘅第一款大家認識嘅產品係乜嘢咧？就係波鞋，Nike 嘅波鞋。其次咧
就係我哋喺直播室大家一人揸住一部嘅電話，呢啲都係咧美國製造、中國生產嘅趨勢嚟嘅。咁稍後呢啲嘅工廠只要慢慢轉移翻去美國嘅話，咁然後就可以生產賣翻俾中國，而中國嘅消費者正正又中意呢啲產品，係嘛？咁呢一點咧，正正係同我哋過往係好唔同。咁啊，呢個趨勢，咁仲有啲乜嘢行業係令到解決到而家美國經濟嘅一個矛盾呢？你見到今次由08年到而家咧，美國嘅經濟係復甦咗，但係亦都製造咗咧財富唔平均，同埋行業唔平均。你見到而家其中一個行業相當之興旺嘅就係科技，係嘛？係啊。咁但係對於好多譬如生產工業嘅人士嚟講，其實得益唔大嘅，或者其他行業有一部分行業係得益唔大。點樣令到美國嘅工作會得益嘅人多咗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要普遍嘅工作都要需求增加噶嘛。咁啊，最近咧就有一間嘅中國嘅公司咧，咁就喺美國咧做一種可能已經夕陽咗好多年嘅工業噶咯，就係紗廠。哇！即係我講緊係紡織棉紗嘅廠。係啦，呢間嘅中資公司咧，根據翻中國商務部嘅數據咧，咁佢就喺美國嗰度咧進行投資啦。咁啊，投資咗2.18億嘅，咁就喺美國嘅南卡羅來納州就係興建呢個紡織廠。咁你睇到啲乜啊 Charles？ 咁啊，咪走翻去50-60年代、60-70年代香港嘅情況。嗱，首先第一樣嘢，今年頭8個月咧，中國對美國嘅投資已經去到44.3億，比舊年增長咗35%。第二樣嘢，頭先所講嘅南卡羅來納州咧，投資呢2.18億咧，大家要知道就係南卡羅來納州咧，以前咧講緊上個世紀嘅80年代之前咧，佢係美國最重要嘅紡織工業嘅基地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南卡咧本身嗰度係生產棉花嘅一個種地嚟嘅，咁意味住咧美國嘅紡織業咧又再翻轉頭啦。好事喎！咁呢個新趨勢咧就係我哋要知咯。咁所以咧你會跟住落嚟要見到趨勢就係中國投資，然後咧就係喺美國做生產咯。咁呢件事咧無論係主動同被動都有個波。係點解咧？主動嘅因為一帶一路咯，被動嘅最近李嘉誠先生嘅事件，你都會見到被動咯呢啲咪係。好啦，咁啊仲有啦，就係啦，咁啊可以見到咧中美之間咧利益互牽啦，大家既不信任，但係大家又互相需要。正好呢樣嘢，如果你能夠早人一步咧，快啲改變你嘅思維，你就能夠無論從投資嘅角度、從工作嘅角度、從讀書嘅角度，你都可以早着先機。你就針對呢啲事件啦。嗱，譬如喺美國咧，以往你覺得學一啲技能嘅嘢好似冇乜用，啲工廠都冇晒，咁做乜鬼啫？係嘛？似乎呢樣嘢有少少思維上要改變啦。冇錯啦，要走翻去紡織學師嘅年代。反之咧，一啲管理嘅課程啊，或者係一啲工商管理咧，喺過去呢20-30年咧已經泛濫。你見到而家 MBA 咧，好多周街都係。係咯。MBA 嘅另一個名稱就係蘋果嘅 MacBook 啊嘛，咁嗰個反而值錢咯。但係 MBA 咧已經係今非昔比啦。咁所以呢一點咧，我哋喺思維上邊亦都要改變。咁啊，而家會開放電話同大家分享今日嘅話題，電話係650-273-8881嘅。係啦，咁啊揸緊時間咧，咁啊打電話同阿 Thompson 講咯。咁啊，仲有10零分鐘嘅啫嚇。咁啊，電話再講多次650-273-8881啊，咁啊，快啲打嚟啦！好啦，咁啊頭先就講到啦，咁啊，既然中國要做呢個投資啦，咁啊頭先講咗一個好大嘅目的，就係將自己用過剩生產過剩嘢要賣出去。點解咧？琴日咧喺中國咧亦都公布咗8月份嘅工業盈利嘅數據，係創咗有紀錄以嚟最大嘅跌幅，跌咗負8.8%。咁點解而家中國嘅工業有呢個矛盾啊 Charles？點解？其中一個原因，生產過剩。喺過去嗰10幾年裏邊咧，生產過剩形成到咧過去嗰幾年咧，亦都庫存增加。而家工廠囤積嘅貨咧係多到賣唔晒，有好多嘅鞋廠啊，或者係賣衫做衫嘅廠咧，而家仲係賣緊3-4年前嘅產品。咁佢哋一日唔賣晒嘅，又點生產新嘅咧？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長期嘅邊際利潤過低。一講到 Made in China 咧，有好多人都話啲嘢係好平。
咁就因為買平貨啊嘛。既然平貨，利潤梗係低㗎。當經濟逆轉嗰陣時，咁佢梗係冇能力去防守啦。好啦，咁啊係阿 Thompson，咁喺線上咧有位蕭女士咧，咁啊想同你傾下偈，問下啲嘢，咁我哋接佢入嚟好唔好啊？好，蕭女士你好，係蕭女士 ，Hello，係蕭女士你好，係你好，我想問一問咧，阿 Thompson 咧，我上次咧聽你講過咧，話有兩本書，蕭女士你好，係，一本咧又話窮爸爸富媽媽，係麻煩你可唔可以將個收音機個你嗰邊嘅收音機度閂翻細聲啲，因為個回音。有回音啊？係啦，係 ，OK，好，唔該你啊。窮爸爸富媽媽，麻煩你可唔可以將個收音機個你嗰邊嘅收音機度？係，掂晒，唔該晒。我想問下咧，嗰兩本書有冇英文名㗎？好長嘅。應該係 Poor Dad 同埋咧係 Rich Dad 嘅。哦，係啊，因為咧你話響Amazon 可以揾到咧，但係我打啲中文落去咧，佢又冇得話冇回收嘅喎，冇搜出嚟。你試下上網去一個叫做books.com.tw。BOOKS.com.tw 係啦。但係咧，我因為我又想俾我個仔睇啊，我想睇下有冇英文嘅名。係。佢全球有30幾個語言嘅。都有英文名㗎。哦，即係你喺呢個books.com.tw。係。佢就有賣㗎啦，係嘛？有英文有中文㗎嘛，係嘛？係啦，或者如果你喺Amazon 或者 eBay 嗰度咧，你揾翻香港或者台灣嗰個網站，即係台灣嘅 Amazon 或者香港嘅 Amazon 或者係eBay 咧，你都能夠揾到中文版。咁至於英文版，你去翻英文網站嘅 Amazon 或者 eBay 都能夠揾到嘅。但係我唔知個書名個英文名係乜嘢。又或者你喺 Google 嗰度，你打呢個字，你都能夠揾到個書名啦。哦，係啦，好啊，唔該晒你。好，唔使，好多謝你。多謝，多謝蕭女士。好，拜拜。好，拜拜，係。好，咁啊，我哋頭先講到嗱，第一個原因咧，生產過剩啊，係。咁啊，然後搞到庫存過多。咁第二個原因咧，因為中國嘅廠家咧，以往咧就想薄利多銷，搶單，咁啊壓到啲價錢好低。咁而歐美嘅公司咧，通常俾單中國嘅廠做咧嘅利潤都係好低嘅，咁啊，梗係冇乜肉食㗎。係啊，咁自然經濟一調翻轉行嗰陣時，就冇錢去守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咁啊，仲有啦，就係成本上升。咁過去嗰10幾年嘅工廠，中國嘅工廠咧嘅成本都係升得好緊要，咁令到佢喺整個東南亞嘅競爭力咧節節下降。而且過去嗰10幾年咧多咗個好大嘅對手，呢個就係東歐。係東歐咧，譬如喺波蘭啊嗰邊咧，個工廠嘅發展亦都非常之蓬勃嘅。咁啊，當然仲有非洲咧，做一啲嘅譬如製衣嗰方面咧，亦都近年做得成功嘅。咁啊，除咗呢幾個原因之外咧，就係生產嘅供應鏈咧不在。係咩意思咧？嗱，你以往喺譬如喺東莞，你要生產電子產品，你可以喺一個東莞度揾齊晒所有零件嘅。譬如你想生產一個電飯煲咁，你喺翻成個蘇州揾齊晒。咁但係過去嗰幾年咧，中國無論嘅政策啊，無論係可能佢個當地嘅經濟嘅模式轉變，因為地產上升，令到啲廠頂唔住咧，搬咗去第二啲地方做，形成到本來一個地方你揾齊得到咁多零件咧，到最後你揾唔到咁多。咁中國最大嘅優勢以往就係一個地方揾齊晒零件啊嘛，跟住包埋箱就運輸啦嘛。咁而家你變咗咧，呢部分你要執一啲零件，第二度你要執一啲零件。咁你嘅整體成本同埋你嘅生產速度咪減慢咗咯？係啊，咁以上嘅嘢都係令到啲嘢貴，仲有人貴咗。中國工人嘅人工加咗好緊要，冇錯。咁呢啲亦都係一個因素。咁啊，仲有咩因素咧？人民幣升值噶嘛，過去嗰10幾年。係。咁呢個一路升值嘅過程裏邊，都係令到咧喺中國生產嘅成本貴咗噶噃。咁但係有個問題啦，阿 Charles， 喂，人民幣升值就話成本升啫。但近排人民幣微微地貶值，又點解會令到中國嘅工廠又頂唔住咧？嚇，因為其他都貶值噶嘛，相應咗嘛。好似人哋嗱，好似升又唔得，跌又唔得咁嘅，咁得意嘅點解？其中一個因素你頭先講咗啦，人民幣佢跌少少啫，人哋跌多，人哋嗰邊係倒水式咁跌噃。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中國嘅工廠過去嗰10幾年咧，好多都係借咗美金嘅債務。
借美元買好多嘅資源。譬如咧一個地產商，佢會借美金去買建築材料。點解啊？過去嗰10幾年，美金係升定跌嘅，係長期一個跌浪嚟噶嘛。其實，咁呢個跌浪咧，令到中國工廠點解過去嗰10幾年咁低嘅邊際利潤都有錢賺呢？哦，就係美金跌。呢個係同我哋嘅貨幣偏好有關係，因為你美金一路下跌嘅話，你借入美金買資源咧，喺我哋嘅外匯市場嘅術語咧就叫 carry trade。我哋 carry 緊乜嘢？carry 緊美金。trade 緊乜嘢？trade 緊你嘅 commodities， 即是話你一路沽空緊美金，一路買緊商品。咁即係話，當美金一路跌嘅話咧，你作為工廠，你乜都唔使做，坐定定已經有錢收。明唔明啊？明白。好啦。但係問題嚟啦，舊年開始美金係升嘅噃。咁即是話，你如果借入咗美金嚟買資源嘅話咧，我先唔講你個資源價格升定跌先，純粹計美金啫。已經美金升翻轉頭咧，你喺匯率上邊已經輸咗。係。咁而再加埋原材料嘅價格又跌嘅話咧，你係輸足2重嘅。你借美金咧，你就係越借越平噶嘛，係啊。好啦，10年前你借落嘅美金，而家你要以一個貴嘅美金還翻轉頭，你而家調翻轉，你做乜你都要輸。咁啊係啊，兩邊都要輸，係啊，仲要連埋資源都要輸。咁呢個係一個短期內你冇辦法逆轉嘅嘢嚟嘅，因為你已經借落咗嘅錢你要還。好啦，呢個係我哋對於喺外匯嚟講係非常緊要嘅一樣嘢，就叫 carry trade。好啦，咁啊第5點我哋講完之後，咁仲有第6點。咁啊，呢個咧先至係個根結，中國工廠根結就係過去30年以嚟咧，中國係前無古人嘅增長速度嘅。咁可能有好多人都因為咁而去賺好多錢，成為暴富啦。但係咁，好多廠家亦都未經歷過經濟收縮，過去30年只係得升而未跌過嘅。喺咁嘅情形之下，你只會識不停擴張你嘅生意。當經濟逆轉，你唔識去收縮。咁好啦，而家經濟逆轉嘅話，點樣去槓桿 deleverage 咧？呢個正正就係而家中國嘅企業家唔識應對嘅嘢。咁所以縮翻轉頭可以做嘅就係企喺度得個睇字，然後就只係等爆煲。咁所以呢個過程裏邊咧，將會有好多嘅工廠會倒閉，然後咧整合喺下一個週期啲廠家咧學叻咗之後咧又會唔同。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咧去到呢度為止，下個星期會再同大家分享嘅。好，我係王子，我係 Thompson， 拜拜。歡迎收聽灣區新城電台 AM1400。